哎呦，真欢喜哦！无我只是想讲试看卖讲这个是啥物声，一个月无看到这个物件，感觉有淡薄仔青分哦。啊，我嘛是，我嘛是。你想这是倒位？又向来个贵宝地有淡薄仔歹势。我毋熟悉咱的主持人啊。找一个无人熟悉。你个所在，你好有淡薄仔我收者。好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小编听你讲，讲在就爽。无论你是考试成绩无好，失恋上班互头家骂，啥物拢会使讲。啊，是你有啥物资讯想要分享，互小编知影嘛，拢会使哦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家大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白边，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还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你想，我是白边。你想，我是在迄，我是专心的白边。袂当讲伤早。你是想啊？我是在白边，毋是安尼咧。安怎啦？经过一个月了，无讲话啊，伊用这物件应该要，伊应该是安尼就对咧。你想啊？对啊，你想啊？啥物安尼加做白边来录音哈？安尼等我甲你讲，我都会下。我讲啥你敢接袂着？毋知。好啦，无咱先来开讲一下，讲就是咱即个月拢去创啥？你即个月敢有做啥物代志？做工课啊。无咱无啥物好讲。奇怪呢，经过一个月了，你愈来愈歹讲咧。哪有？啊无你问我。啊无你拢在创啥？食饱困饱食。这毋是每一个人拢安尼。伊讲我去敲骨啦，伊问讲，请问你敢是用手做代志？啊无用骹哦。边啊，伊的学生哦，就拢咧想讲。对啊，伊可能是用手做工课，啊，我问讲，请问倒一人是用手做工课，啊，边学生笑甲倒去，你知影？想讲，老师伊讲得真好诶呢，啊无咧，有人用喙做工课，你用喙你拍字，喙安尼，毋是你用喙你拍字啊，用迄字安尼，袂使起步拢是喙烂就恐怖诶。用手机安尼，卖，好你刚才咱这无录影，无你才表演。做歹诶，大家一定就想要看。无，这卡爱加钱哈。咱这一个月才加一个 Apple Podcast 的评论呢。嘿啊，奇怪，咱是休困的，咱毋是结束呢。嘿啊，听朋友啊，是休困。阮那5.7日嘛，是当甲阮吹落去啊，讲啊，紧嘞，卡碗扁去安尼，想要赶紧听对啊。留一寡话啊。对啊，结果竟然加一个尔呢。失望啊！来我念一下啦，伊讲公司台语台加油啊。结果加油，结果内容是讲卡碗工具老师的后一集。可能是迄当中迄医生的代志啦。像你即句话，我有去甲阿五问一个人。阿五讲伊无法度啦。伊转去想了，经过几啊个月了，伊认为讲伊也是无法度用台语来讲即个人类图的部分啦。确实啦，因为这人类图本来是拄国外转来的嘛。对。国外转来了，因翻译了，都拢是讲华语。对。所以若想要甲伊发展做台语的部分，可能佫需要一段时间啦。一定爱啊！以下开放会当用台语来甲阮讨论 MBTI 啊，还是讲星座啊，还是讲生肖应该会使啦吼。12生肖啊，有一个啥物件，就是讲迄就是8字即种物件。找迄算命先来。你讲咱的迄个听友吼，好安尼。连讲找看有迄西宫还是啥物啊？有呢，我之前去参加就是背书的时阵，内底有迄做少年的念经的师傅。做少年的哦，伊才加我几岁尔，嘿，对，伊做少年的，伊竟然甲我问一句话，你知无？伊甲我问讲，你一个月薪水偌济钱？我讲，无一定呢，爱看。伊讲，你敢知一个月薪水偌济钱？阮大个的时阵10几万呢。我说，伊是要叫你做伙去做。对，伊感觉讲我有即个天分啊，大家讲得袂歹啊，可能真适合诵经啊。哇，安尼，然后明我个人讲再会了，这季的第一集开始了。第一集都会，我偏都来甲恁讲，我要转导了。上好是安尼，你安怎甲伊回？我讲我参考看卖，嘿，对，我讲我去读册。伊后面敢有继续甲你问讲，你是参考好啊袂安尼？但我可能阮兜若佫有想安怎了，我连讲拄着我就甲你讲。安尼也是尽量买好啊。对啊，尽量较久咧才见面啊，无逐个见面拢看起来，安尼无好。小可悲伤安尼嘛是，对啊，哀叫呢。好啦，过来就是有一个人吼，伫咧咱结束的时阵写一个批来，伊要来念一个，嘛毋是批啦，老话啦，老话啦，你来念一个啦。好，我来念一个，这是台南的红啊写来的。红啊，
洪啊讲，人生的起起落落，总是互人料想袂到。噔噔噔，一个人掠准家己真巧，想讲会当找到感情的春天，刷电脑踏入去感情诈骗的陷阱内底，当然，就是会当体会到爱情的酸甘甜。想袂到，真情拢是假。真情互你骗骗去，原来好啊好啊，我要继续念啊！哦，一切一切拢是为着钱财来设局。我早就已经掉咧内底，变做对方喙内的恶鸟。钱财消失，感情找袂转来，嘛无法度挽回。某一方面嘛失去了对人的信任。虽然有甲朋友讨论，三声无奈，我家己自头到尾拢无感觉到有问题。提醒再提醒，感情大，若是摸着钱财，尤其是伫交友网站熟识的，千万毋通相信。人有好也有歹，虽然感情实质，但是我需要朋友斗相共的时，因过的善知识甲正能量，拢真愿意甲我帮忙。我并无孤单，因为因拢愿意甲我斗相共，心灵上的、文字上的，甚至是透过电话甲我安慰。我知影我毋是无朋友欠知己，嘛毋是无好的老师，只是我家己较孤独，甲别人断交去。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人性本善，因为有迄寡愿意甲我关心的人，我相信人间有温暖。我相信，我们有一天的山，你是要当我唱这句先？我嘛想着你是毋是头壳内底想这句？你要想喊哦。多谢你甲我唱出来。好，过来过来。嘛，因为某一寡时阵想着黑白边的笑声，伊讲的就是这个时阵，有一种偷放压力的效果。哎呀，收钱。拢是三两句话啦，细节我就莫写，只是要提醒大家，人世间有美丽嘛有黑暗，希望大家小心、小心再小心，千万毋通踏入去人的陷阱，阁毋知。想尾 Q&A 想要问黑白边敢有快乐？可能无，白白两个要死啊！我家大嘛会家考出来，阮目前这篇阮是无快乐啦。红啊，无法度快乐。红啊，你去加写10篇来，阮就会快乐啊。转换一寡心情。对，啊你写较白话咧，无阮安尼有淡薄痛苦。阮要换做台语，你写讲我知道，不是欠缺良朋好友。可能伊霹雳看伤对，伊济，霹雳报伊看较济。听没有？这是我的霹雳好朋友啦。对，伊可能用着内底对台词，对啊，习俗这个物件，习俗稻谷家，所以就是咱若要变做较白话物件，所以较痛苦一点嘛。买啦，好啊，接下来啦吼，红啊，加油啦！希望讲你已经毋通失志对，希望像你讲的，你已经行出来啊。对啊，钱死人无代啦，日头出来安尼，我相信你想要去休息一下？钱死人无代啦，你钱虽然讲消失去，但是你人无代志，对，搁趁就有啊啦，嘿啦，人生要有希望啦吼。对，好啦，咱是用一个较轻松的方式来讲即件代志。对，是希望讲咱听友会当着你听咱节目的时阵会当转换心情。嘿啊，这时阵是毋是爱宣导一个？爱宣导，你若是有问题的时阵会当卡165哦，诈骗专线。对，去找专业的来问，对，你先问看讲就是迄个人叫我汇钱呢，迄个人叫我去迄。甲钱有关系的，对直接主管是啥物？机转，甲你决定是，而且迄165真厉害呢。伊你卡起阵啊，你若甲伊讲你回去倒位，对，我有卡过。哦，你有你若甲伊讲你回去倒位，伊会当随甲迄个人的钱，就是动起来。哦，遮厉害，对，伊会当甲迄个口座先列做，就是问题口座。迄个人的物件袂使迄，但是我咧讲，迄种袂甲钱领出袂付，因为你通常的吼，就是你钱回过了，迄车手已经伫咧边仔等啊，伊钱随领出来啊。啊，对，啊，你靠165时讲啊，我随甲你调查啊，我已经看到伊甲钱领走啊。已经无去啊，安尼，哇，安尼千万毋通。对，我袂讲是谁啦，迄阮朋友啦，阮朋友的经验啦。大家千万爱小心哈。真的，趁钱足辛苦的，无希望讲对就是啊，干嘛等咧水底，你可以当看到迄水安尼流落去，但是你等伫诈骗集团，你是看无的。妹互青分人，对啊，但是伊有互你一寡安慰，也是伊有陪伴你，无你就当做讲你就是开钱买一个驾驶啦，无变咯。
好啦，过来咱来念一个咱的好朋友。好，好朋友一篇足长的呢，我会昏倒呢。无怪你会想要甲这篇留伫后壁，叫我念。是咧 V 啊。我想讲，你今日才好，好安怎好啥？好讲就是来，我先念，想讲哇哦，人真好呢。休困一个月了，哎哟，变啊，无，原来是甲红金藏伫后壁。嘿啦，红金老话讲。即句上尾一集讲到，敢有甲爱人啊做伙听，啊，个敢会去问讲，白边甲我你较爱啥？来，我要跳出来讲，第一个问题，敢有做伙听？答案是无。阮兜敢若我听有代志，不三时听到黑白边讲，有听众是规家伙伫咧车内做伙听，够欣赏的啦。可惜我已经袂赴啊。袂赴的第一项是，我已经袂赴甲囡仔自然讲代志；袂赴的第二项是，袂赴佮生一个。我若是自出世就开始甲囡仔讲台语，可能会赴哦。啊，若阮翁甲我问讲，黑白边甲我你较爱啥？答案是无。这个问题吼，我感觉迄是查某囡仔较会问的问题啦。至少阮兜迄个较调直的翁吼，是真正无问啊。我前几年才开始知影台语有字的时阵，捌最甲伊分享哦。结果阮即个客家翁婿随甲我讲，哼，迄拢是骗人的，迄拢是做出来的啦。我气甲不爱甲伊讲话呢。即摆收到史上头一本的台文食谱，而且还有作者签名，我当然是好好甲伊点一个啊！我哪放心啊，甲伊讲，这是我听公司台语台 Podcast 过来参加面试抽奖抽到的哦！哈哈哈！你看，而且这是用台文写的食谱哦，有作者签名的哦。伊冷冷啊看一间签名的名讲，所以这个节目的名是红金，因人真趣味的哦。我讲，毋是啦，红金是我啊，这本册是作者签互我的呢。伊就问讲，啥是红金？我随甲伊讲，因为我姓红啊。毋过等者，啥是红金？我会记得有一个原因，但是我真想袂起来呢。这个时阵我想讲死啊，我要甲迄一个 podcast 编出来听，啥怎是红金嘛？啊，结果换做台语我就想起来啦。因为我是真爱啊，哈哈哈哈哈！伤济啊！红金跟平常时安尼啊，做啥物叫红金录一个音来听？音动来，想要听看红金是啥物款路线？结果阮翁吼，家己就走起来，我继续伫遐笑3秒钟。趣味啦，趣味对，嘛是要讲后边连续问两届，讲我对咸辣的酒掺是啥物？好啦，纸条我摕来啦，我即个偷偷啊，就是甲恁别空讲，我想要甲伊酒掺啥物啦。原本是想讲吼，迄酒掺来用上适合的方式来甲伊传送，写伫纸面顶，啊，甲迄补寄卡片做伙寄过来。结果原本的卡片出现人，所以我补买迄张卡片就免寄。哈，红金已经买好啊呢，红金无紧来啊，无紧啊，迄元宵要来，元宵过，创啥？元宵过啊，个无签名节啦，签名你写不来啦，肉粽节啦，肉粽节啦，对啊，写明年画一个肉粽，你准备者。对，伊讲因为要过年啊，想讲即个时间点公开酒掺无好，所以就无甲酒掺用书信互黑白边。不离个节目要停一阵啊，就先偷偷甲恁讲，先讲哦，这毋是我个人意见。我一般来讲是一个腐女，我以后是腐女，咱即个新书无收，咱爱甲新书建议者。好，建议者。新书书库的委员，你有伫听无？我伫咧线顶甲你发声。咱即个腐乳这两字是毋是安尼讲？豆腐乳叫做导乳，对。啊，若是腐女是毋是？导乳，哎，是讲过咧。豆腐乳是导乳，腐女是导乳，什么啦？乱起！你知我咧讲啥？我毋知。好，继续。伊讲，我虽然无看过笔合的漫画，但是嘛知影一寡册名。若是毋知影腐乳笔合是啥物的，家己 Google 哈，家己 Google 啦，用你的口气啦，对，家己去找。非常吼，第4季的第12集听到咸辣伫遐肉体去吼，一个真有名的迄笔合漫画的册名，就愈来头壳内跳出来，插手笔合的查某人不如去死，插手笔合的查某人不如去死，插手笔合的查某人不如去死咯！为什么会激动呢？我规个冰白界，冰界后头哭去，所以我直接写3摆。查甫人的头壳内底吼，底物件真正是敢若是搁强调一遍，这毋是我个人意见咯。上好啦，我应该呢，结果伊讲这毋是伊个人的意见，啊，无是啥的意见，一定是伊个人意见啊。
好啦，咸仔请好好啊活咧啊！但是迄个时阵吼，我真正会当体会到的笔合读者因的迄把会，你知我干嘛要甲迄个部位讲出来安尼？先煞讲者，阿姨的爱无歹念啦，真好念的批啊嘛无迄种歹的，真真歹的念法啦吼。啊，写有白白的批，我会当解说。迄张卡片是12月初6寄出去的，伫迄天进前，拢有听到白白讲我的爱的时阵。听起来拢有淡薄仔硬叫呢，所以我才感觉讲，虽然白边无爱我嘛，无承认我爱你，我也是感觉你真古锥，但是想袂到，真正是想袂到，这张卡片寄出去，搁伫咧路顶的时阵，白边就伫咧第4季第20集讲，红琴爱你哟，阿姨哟，2改，足足2改，真正是小古锥啦！不哩个卡片已经送出去啊，无法度改啊。我是毋是讲伤济遍？白边真古锥，白边的笑声，啊，搁有一开始安尼惊调咧 ，AKA 有5包的笑声，最近变甲安尼戆戆，真正是有够古锥的。我连这篇后壁，你有看到我字啥？我是一个生气袂爽的面，我连回都不爱甲回，你才改死者。我被非常的生气，红金。讲到戆戆的笑声，恁甲阿凯啊荒诞的迄2集。就会当感受到3位主持人将话讲，打开始3个人拢有家己的笑声，讲咧，3个人的笑声就做伙变甲戆戆呢。你家己去听是毋是真是安尼？真正足趣味的啦。好啦，我那下就已经开始咧收恁啊，等恁转来哦，等恁的声。蛇年平安，新年恭喜！啊，对啦，我原本是想要写伫咧 Google 表单内底，想讲安尼恁会较好管理。但是要传的时阵，就感觉讲每一条题目拢爱写，才会当传送，所以我就是还是伫咧私信啊。不离个搬了，就想讲啊，我其实凊彩其他问题，凊彩拍几字就会当用表单传啊。好啦，回日就是安尼啦。红金嘛，用表单啦。无你迄 IG 传过来，别人来看过了，阮就无看到啊。可能来300年了才会回你。对啊，有当阵那会闹高。等下咱迄个 CCY， 咱的新的 C 网友就是即个苦主啊。啊！你要甲红金讲一下多谢啊，红金 ，love you， 用这个做结束。伊回遮济，你就敢若用即句甲伊讲啊？哈，伊规篇拢写你诶，用回遮济。哪有规篇啦？哦，我甲伊无话啊，我敢若一个袂爽诶面尔。红金，我甲你讲诶话就是，有啊，有讲3个人啊。哦，伊是讲你戆戆诶笑声啦。我讲3个人做伙变做戆戆诶，所以嘛有理啊。我甲即段就是截图啊，传互阿凯也看，伊讲咱诶听众都趣味诶。是啊，对，而且迄个阿凯啊，这时阵来甲伊谴责呢。伊过年诶时阵哦，伊竟然你知影哪？安那？伊甲医院去食饭啊？啥物？伊讲无可能伫咧咖啡厅会拄着医院，结果医院坐伫对面，要袂爽我就甲团结就是袂爽诶图。结果你知安怎？那听有伫下骹问讲，啊恁迄天敢真正有压手？我讲有啦，阮就差不多是安尼。空中压手就对。伊问讲我敢有打敢有洗手啊？我讲嘛是爱洗啊，无咧。听朋友啊，你幻想哦，迄若无洗手，即摆可能敢若拄着金城武甲我懵着的时阵，我可能会真正无洗手，我会甲迄支手封起来呢。哦。啊，大家哇，偏一个金城武的面，感觉真恐怖。甲迄支手夺过来，爱伤过叮当。啊，无去做迄啦，翻模啊，啊，甲迄个模用出来，啊，看有迄个味。无呢，但是就无味啊，因为你割迄小割。你知道要讲啥？我讲环保迄个物件臭呢。啊，无我甲金城武迄支手甲夺过来好。是犯罪啦！这是变态到底咧创啥？有一种爱就是咧甲伊砸断去啊，关伫阮兜啊。放心啦，你拄袂着伊吼。唉，毋免安尼讲吼，阮翁就是迄种较。你咱去买伊咧用的迄个牌子的香水就好啊，安尼你就有伊的味啊。阮翁无介意用香水呢，你是无了解伊？我毋知，因为我是讲查某人拢有即种味。无啊，阮翁就是啥物拢无介意啊。你也知？对啊，因为阮翁啊。那迄当阵访问导演时，我已经甲伊讲啊，迄是阮男朋友。虽然伊欠伊300箍，是几百？300是800。而且就是白迄工过去了，伊就无要出门啊，所以伊无需要喷香水啊，就算伊真正有喷。为什么免出门？因为阮已经开始做蜡人啊。蜡人是啥？你
你毋知？我毋知啊。你毋捌啦，知的人就知啦。阮即摆拢是咧做垃圾啦，无时间啊。阮拢咧拍蜡啦，莫问啊，你毋捌啦。好啦好啦，莫因问为念面来念6点钟呢，有够无用诶。我念一个金城武，你若路顶看到一个做成金城武诶，迄就是我啦。会记你翕相互我看呢。哎，你著听无阮咧讲啥？我看面啊，牵拖伤远。好啦，过来啦，过来，有啊，羊仔诶批啦，毋是批羊仔诶老话啦。羊仔老话啦，对，羊仔你念啊，我演遐久啊，我演一个红你针，休困者，我演一个红针，你会当演差不多3-4个月啊。我看你要哪背啊？背啥啦？看你要我偌济钱啊？好啦，羊仔讲哦，等足久啊，我固定咧听的3个 podcast 为春节开始停播，无聊到要笑去。哦，挡袂牢，只好来敲碗，原来是因为挡袂牢才来，毋是原本想要来的，羊仔听出来啊哈。佮要欠一啦。有啊，我看到咧订迄事务相关的故事，所以我会当期待3月12正正会当开播吼。会毋对啊？你有看到啊？你啊写来啊？对啊，什么拢无写来，佮伫遐讲，就是咩？牵职肯定。讲话啊，出啥？牵职了袂记伊老话啊，继续念啊，继续念。哦，我想要讲黑白边足厉害的，我头一摆留话一堆动物的名，竟然都会当念做台语。哦，加在我有加迄个留咧，若无我真正毋知影我是咧写啥。真假，所以原本伊都毋知甲你写啥。我黑白念伊都安尼，伊嘛毋知影。尼嘻嘻哈哈的过啊。另外，我想要讲，甲我的名念做羊仔，真正足赞呢。因为小羊想过华语的思考啊，华闹。直接互其他的听众朋友发现，我是用华语来写配，安尼会增加白黑边的工作量啦。伊写白黑边的，对，白黑边。送。后面阁有哦。讲到称呼即件代志，阮爸有甲我讲过，较早迄数学的课本内底一直咧揢的迄小明有够衰啦。毋是，伊是讲小明即个叫法真无台语气，正常母语是台语的使用者，称呼小名一定是用阿，会叫阿明即种的。尾啊，我才知影阮爸即个观察甲语言学有关系。毋过既然爸，伊只写黑白边哦，你想要创啥？你想要创啥？黑白边哦，你念好啊。毋过既然黑白边一直强调，恁是教育的节目，即部分的答案就交互恁啦。你咧写批来啊，我甲你的批念出来啊。赶紧出新的一句啦！我的碗强要讲破去啊，过来只好去讲黑白边的碗啊，是白黑边。毋是白黑边的时阵，你硬要讲啊。啊对啦，阮兜迄个密报的念法甲恁无共款呢。我最近咧用恁推荐的乌圆字典学台语，等我学完，则搁写批来甲恁讲阮兜的念法。我的 Q&A 是问黑白边过年体重增加偌济？避避，我无过年，所以我无，我搁变瘦，过年拢无物件通食呢。讲甲可怜了。拜，我叫你画着，你知影北部过年就是空城呢？是空城无毋对，啊，毋过嘛是有点过咧营业啊。中孝东路、中孝西路会使咧，徛喺车顶拢免等呢。伊超商买都有啊。哦，过年食超商，敢会感觉伤可怜？袂啊，有物件食就好啊。伊拄则讲着迄小明的代志，小明我听起足顺的啊。对啊。那会记有一句哦，小明伫一个车祸当中失去了伊的双脚。我咱都是烦恼。毋是啊，迄是孙哥啊，甲咱讲的啦。嘿啊，好久背啊！小明伫一个跳湖当中失去了伊的双脚，真恐怖，真恐怖，有偌恐怖！你喺台湾看有偌恐怖？啊，歹势啊！偌恐怖，真恐怖，犀利！你若拄则真坐我边啊，你可能即摆个腮甲面拢正起来啊！我面真歪歪。我你其实乌圆字典袂歹哦，我有。咱迄工是讲啥？密报吼。对啊，旁边的密，啊报的报啊，密报啊。伊应该是讲夜报。夜报有可能。对啊。啊，过年你当偌济啊？我无去帮啊，看起来是有较碰皮啦。毋是因为你今日穿这较浅色的关系啦。真正有啦。哦，真的吼，毋敢去帮啦。你喙也毋敢开了，是惊你的面正起来我看着对吧？毋是好无？好，过来要讲这个 CCY 网友啊，
对哦，咱有问迄呢，咱有问原本的死网友诶，嗯，因为 CCY 伫咧顶一季上尾一集的时阵，伊提出讲，我想要做新的死网友，对，啊，咱就真正去问咱即个吴春啊，有春吴春啊讲，好，我牛你啦，送互你啦，人真好，CCY 恭喜哦，你是阮即季的死网友，而且 CCY 做认真诶，我毋是讲伊有伫写歌，对啊，啊，伊即届啊，就是有一条台语歌，嗯佮有甲伊翻台湾物件传过来，甲咱讨论，嗯，啊，我就甲伊回啊。啊！你回的时阵，甲伊咧拍一个过程当中，我就看到有啥物写毋着字，我来甲伊讲。真好，哦，咱同事看到讲，安尼敢会伤认真，安尼创啥？我讲无啦，这嘛算是一种听友的服务啦。嘿啊伊，讲安尼敢会全世界拢写批来，还是讲全世界拢来甲你问？我讲无，爱先甲收钱，毋是免收钱，咱先叫伊拄第一季的第一集开始听，听甲上心安尼。变听友，对对3个月来甲这个物件全部听了，阮就会当，阮就会当提供互你即个服务啦。对，先听节目，对对，你先甲这节目几啊百集，你听了，对对，拢听过了，阮会就是增加一寡bonus的服务互你。譬如讲像即个台文讨论的部分，对对对啊，，还有人生的顾问。但是咱无法度做感情的顾问，嘿，无法度，拄着感情的问题，我拢会叫恁分手。过来要讲一件伤心的代志，伤心的代志，对，我敢会伤心。我毋知影，嘿你，先听看觅，哦，你讲就是咱咧过年进前啊，对。毋是讲要寄礼物互咱的听众对啊朋友，对啊，伊毋是做欢喜的，做侪对人就是推销死人。对对对，结果结果，有一个人诶嘿，叫退惊，体惊什物人啊啦？这无天良安尼啊，咸啦咧讲你啦，伤大声别去啊！你莫生气好无？咸啦，为虾米要互我虚假的主机？无啦，真假的资料，伊互你假的资料。我毋知啊，都互人退惊，啊，体惊面顶毋是会写原因？无写啊，就当迄一个手顶管写退惊，啊，还是伊无想要收？哈，咸啦，你什物意思？对啊。欺骗阮的感情了，阮甲阮的真心寄互你，结果你甲阮退转来。嘿啊，你讲你心内只有阮两个呢？爱情的骗子，我问你要唱落啊！讲啥物？我亲像气质，毋是伊讲我是气质的美女啊！这个美女，原来你是空嘴报纸。真正互你骗骗去。毋是讲无要唱歌，结果这集地，跟你吵啥？啊，退惊了就无安尼哦。对啊，听咱朋友啊，啊，可能是因为伊无留电话啦，所以就是无法度联络。迄送批无法度找伊迄啊。地址咱的附近了，我等对啊对啊，我等下录，学咸啦，我等下录音录了，我去因兜，去迄地址找伊甲登。我啥意思？啊是，这就是伊其实是伊是伊的愿望，伊希望讲，公司毋是伊是希望讲就，高哟。毋是，伊就想讲这后边就是安尼去因兜甲伊登，啊就是希望讲安尼后边就来找我安尼，诶，敢会受伤远？变态。咸啦，这个礼物啊，年过都无意义啊呢。对啊，安尼这物件办不出趟了。你先甲阮讲，为虾米你？对啊，阮想要知影你是安怎。哦，就算讲要分手嘛，是爱互阮一个理由，你知无？对啊，啥物拢是假的，敢若分手是真的，至少嘛爱甲阮讲一个假的理由。你用心准备的礼物，安尼冷冷互退回，我的对啊心嘛冷啊，哦你敢知？哦，安尼咱来讲一个较俗的。好好好，吕华啊，伊之前毋是寄做者歪歪来的，对对啊，叫伊过对对对，年的时阵啊，伊就看到有人咧讲迄围炉妹的代志，要来讲，嘿，对，伊就讲这伤简单，伊佮甲咱分享讲，伊有买一个迄红啊，红啊对，布袋戏红啊，哦，敢是布袋戏红啊，戏红，系啊，伊就讲一个戏红啊，伊要细伫，身的应该是啦。对，伊要伫咧伊的直播面顶表演。哎哟，袂歹哦，吕华我嘛要看，我嘛要看，对啊，你迄影片切一段落来，传互阮看，我会当帮你，看嘛一我会当个，替你分享伫咧阮的寒冬面顶。对啊，趣味呢。好，过来是嗯，哦哟，咱的新的马种，新的马种伊讲伊，是黑白边的马种，黑白马。黑白马，伊是马要哪叫啊？买物件的哦，是啊，伊是买物件的买，马，嘿，嘿，买物件买，伊寄来一大箱的物件啦。哦，真诶足好食诶，对对对，啊，讲到这，我搁要来见证啊，我要自首，众朋友。黑白马即个马种有寄迄番薯片，诶，迄番番薯薯片对，好食呢，对，迄好食甲迄。黑白甲拍开，剩3百互我，是不是吧？有啦，伊有，我就想讲，迄规片的我拢找无，你知影？剩一个底，
悠生气。悠悠啊上好食呢，我个人上喜欢食迄个悠悠啊你呢。一开始甲悠悠啊，我用食掉啊心，，无啊悠悠去互大地砍掉了，我用心计一个就较。走起来啊。无诶，无共，我甲下骹迄是上，心啦，心的问题啦，我甲下骹迄个有些心上无啦，迄心意啊。我甲下骹迄个哇上有味诶哇！哦，这个番薯酥真赞呢，椰的味啊粉安尼，哇，酸咖哦喱，迄是咱酸咖喱的。黑白马听众去台东买，对，这个听众袂歹哦，若是有即种物件，当个夹。伊夹一大箱，还未食完啊。哦，毋通个夹着，我袂食了真正，对人个夹我。有甲伊翕起来，要收，因为我问讲咱肥几公斤，啊，佮佮夹物件，毋通个夹哈，毋通个夹哈，夹付啦，夹钱啦。讲笑讲笑的，啊对啦。嘿，还有人老话讲要问咱去出差的代志，那出一直都差无讲。 300年前迄个出差。对，咱是有一集有讲着讲咱出差发生真侪代志，啊，对到时会讲对一集互大家听。嘿啊，啊，真已经有人原本想讲今日要讲啊，叫你看，咱话伤济啊，我看即世人可能讲袂着啊，即几看有机会无？即个看有机会啊无，无？搁要出差啊？但是毋知。你讲即几真正要去行诶吼，咱要行啥？咱后一集恁就知啊。阮有咧考虑啦，有考虑讲要去一个所在啦。对啦对啦，对啊，好啊，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。原本想讲足久无录音啊，第一集可能甲大家无啥物话通讲，要是讲来讲安尼。对啦，嘛是爱写 Q&A 互黑白变啊。 Q&A 吼，就是你嘿啊搁要伫咧上尾宣传讲，就是叫大家爱甲咱问问题就对啊。嘿啊，我本来想讲无两个。我本来想讲直接收尾就好啊，我惊红姐要写足侪来啊。记收尾莫个讲啊，哦，听你讲，听我讲。心态阿甲小编讲，事事别项拢通讲，咦，小编听你讲讲才就爽，多谢大家努力。我知影，我毋是无朋友，欠交欠知己。你是要欠交肥啊？而且这是用台文食谱写的食谱哦，对不对？台文食谱写的食谱。嘿啦，紧出新的一季啦，我的哦，我。